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返到嚟今日睇深啲。今日係2024年嘅4月11號，而今日好特別，因為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宗娛樂新聞，亦都係本頻道第一次去講。表面上成件事情睇落去好似係翻緊舊賬，但係其實越睇越唔簡單，因為今次唔係單純講緊楊思琦同埋李榮豪當年係點樣分手。而係隨住近期李家一連串嘅風波爆出之後，大家先開始發現，原來當年楊思琦喺10幾年前講過嘅說話，未必係情緒發洩咁簡單，而係一啲當年可能冇人願意認真聽嘅警號。首先，我哋講返個背景，著名嘅藝人李家鼎佢嘅前妻思明就喺今年嘅3月離世，終年76歲。喪禮預計會喺4月22號設靈。按道理，家人喺辦後事嘅時候，其實應該會低調處理。但係李家喺之後竟然爆出咗連串嘅家庭爭議，去到近期，連鼎爺自己都要出嚟公開發聲。佢講到思明生前曾經遭到長子李永漢威脅，即係話成件事情已經唔再係普通嘅家庭意見不合。而係去到令公眾都覺得呢個家庭裏面係咪有好多未被發掘嘅問題？就喺呢一個時候，網民就開始翻開翻楊思琦當年嘅訪問。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楊思琦同埋李榮豪其實係拍過9年拖，喺娛樂圈裏面可以話係長跑嘅情侶，曾經仲一度同居，係去到談婚論嫁嘅階段。點知去到2011年嘅時候，楊思琦竟然突然間單方面宣布分手，而當時嘅新聞簡直係震撼全城。而當時外界嘅第一反應就係拍咗9年拖喎，點會話散就散㗎？所以當時有好多人就即刻將個矛頭指咗向楊思琦度，覺得係佢變咗心、無情，甚至之後出現咗一大堆對佢好唔公平嘅標籤。但係而家我哋再睇返當年嘅訪問。原來楊思琦唔係冇講到原因，因為佢當時其實有透露到，真正令佢頂唔順嘅地方，唔單止係男朋友本身，而係成個家庭相處嘅模式。佢話自己喺李家裏面就好似空氣咁，佢用盡辦法去融入，但係得到嘅只係冷漠，而自己嘅私人物品都會俾人哋胡亂咁樣抌走。再加上呢個屋企裏面成日都嘈交，幾日一小嘈，幾日就一大嘈。成個氣氛氛圍係令人哋長期繃緊，而更加誇張嘅地方就係網民翻出之前嘅報道，發現一個好震撼嘅指控，就係楊思琦當年曾經講過，李家鼎嘅大仔李永漢曾經係毒打過佢嘅細佬李永豪，打到佢隻手幾乎要斷咁樣，而佢當時驚搞出人命，所以就出聲勸交。但係點知換嚟嘅就係覺得佢多管閒事，而呢一句說話點解會咁多人而家再攞翻出嚟討論？就係因為而家家族近期再傳出嚟激烈嘅矛盾，所以大家就覺得原來以前嘅講法並冇誇大，而係一早就透露咗呢個家庭裏面其實真係有長期失衡同埋衝突。所以今次亦帶嚟咗我哋今次影片嘅第一個反思。就係有一段關係嘅散，未必係真係關兩個人之間嘅問題。尤其喺香港或者係華人社會裏面，當一對情侶拍拖耐咗，準備結婚之際，背後好多時已經唔係你愛唔愛我咁簡單，而係兩個家庭嘅生活習慣、金錢觀、責任嘅分工、相處嘅界線，全部都撞埋一齊。所以當年楊思琦講到自己要面對屋企裏面嘅開支壓力、搬屋、維修等等，呢一啲如果係真係長期存在，咁樣對於一段感情嘅消耗可以去到好大，而好多時去到最後分手嗰一刻，可能睇落去好突然，但係真正令人心死嘅，而係前面日積累月嘅好多年時間。而今次事件嘅第二個反思就係公眾人物身上嗰一種先入為主嘅效應。其實當年楊思琦被鬧得好勁，某程度上因為大眾都好容易接受一個簡單嘅版本，就係男方慘，女方狠。但係現實裏面關係從來都唔係一條線，非黑即白。
去到而家，直到李家自己有更多嘅問題浮面嘅時候，大家先願意重新去睇一次楊思琦當年嘅訪問究竟講咗啲乜嘢。而家你就會發現，社會上面好多嘅時候其實都唔係真係追求緊真相，而係追求緊一個最容易消化、最有劇本性嘅版本。所以等到有新劇情嘅出現，佢哋就會再改口。而呢一樣正正就係現今社會網絡同埋網民嘅常態。所以你問我今次嘅新聞嘅重點係咪單純楊思琦有冇被平反？我覺得唔係，而係以下嚟嘅3樣事情。第一就係家庭嘅壓力係可以摧毀一段原本睇落去好穩定嘅感情。第二就係公眾嘅輿論其實好容易誤傷咗人，尤其係當我哋嘅資訊唔完整嘅時候。而第三就係今次娛樂新聞嘅背後，其實係反映出社會對於女性、對於伴侶角色、對於家庭責任分工嘅想像。而呢一啲先係值得大家再去睇深一層、諗多啲嘅地方。去到最後，亦都想問下各位聽眾，如果一個人當年講咗真話，但係冇人信，要隔10幾年等到另一邊自己爆煲，先有人覺得佢可能冇錯，呢一種所謂遲嚟嘅公道，仲算唔算真係公道呢？所以我哋每一次喺網上批評一個名人嘅時候，鬧一個人嘅時候，或者係撐一個人嘅時候，其實應該要提醒自己，我哋睇到嘅係咪故事嘅其中一個片面呢？好，去到最後，唔知大家又係點樣睇李家近期嘅爭議案呢？如果你鍾意我今日嘅分享同埋分析嘅話，不妨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關心香港時事嘅朋友，同埋唔好唔記得就係撳埋訂閱同埋隔離嘅鐘仔，每當我哋有最新影片嘅時候，佢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。